拢伊跑出来，毋是讲拢伊直接大，有诶是伊会叫安尼叫啊，拢伊大诶。啊伊就是安尼咧，啊伊毋惊做领导哦，不领导做另外领导诶人哦，伊分导安尼，伊导一个人哪导伊就是足有耐心诶去人导，所以你今仔做工课导一个人用1年哦，所以导一个人是导人生存啦。好，有诶算经理有钱嘛，做经理啊啥安尼，做专门师啊，啊当时就是一手啊干诶，会感动。所以你有一个精神好安尼导人无？啊，像我我一个来电是 A 小，伊厝底是嘛是80几年去印尼诶，差不多一个副经理两个，啊因爱食爱有做迄个超8万做某公领，啊爱食爱有去讲讲，啊两个。无赚钱出门，结果叫夹只狗啊夹咧，吼，啊一个叫夹着，再来看，我你来，你讲我叫狗夹着，都是啊，我迄种人就知我夹只狗，嘿，两个拢叫，啊结果就嘛是，结果因伫遐2年外，去一间，咱用就讲较无咱讲一间，爱情较大间，所以差不多甲遐呢，结果伊去的时阵，几岁？迄50几岁的花侨，拢叫伊小妈妈。所以只要一个人，而且我因为阮这个内面是 A 小吼，伊做查某囡仔的时阵吼，就变化这样大，伊家诚好。啊，因为本来是公司做袂起，伫遐公司做袂起，啊，阮迄阵开1个月班，还是足听话的。啊，本来伊要去做袂起的时阵，嘛人甲做惯。啊，伊嘛讲吼，叫伊死人无结婚是无可能的。啊，我迄个大公司大人讲，我有讲啊，我有讲，前几干就是啊。啊，伊讲伊头仔讲他不可能不结婚，结果呢，他现在已经嫁给到了，就是安尼。啊，结果伊这就是个输赢，啊，伊发明迄个道理，阮等于搁甲调入去泰国，所以阮当时一个人传明个道理，泰国一个道理。印尼个一个道理，去做安尼运动，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人生。所以有了你今日家己的性命肯定到，你就有你家己的存在价值，这就无共款。再来，别人不爱你就唔爱你，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阮美兰，我发个美兰对啦，美兰的这个总经理，一个查囡仔安尼直直啦，当时阮开学1年。我领导给大家讲，现在要去印尼有一个人谁愿意？一人我愿意，查起来，我去找查起来，你怎么？你的心都听呀？你怎么？你是谁？我说我叫邱美珠，结果回，对啊，这么厉害的，领导以后，所以一个人把伊的性命下到，就伊的使命，伊行的嘛拢无管，所以咱做事就是珍贵。牵动怪东怪西，啊！我都无读册，我若读册吼，我嘛像恁吼安尼，咁真正想办到拢安有读册的，我捌过，有读册变做遐册拢是伊的修道的所在，真正听道的有读无读拢做，听道的有钱无钱拢同款做，所以这是上重要。所以你有做，你就会留下，所以这是一个上重要的所在。过来，所以过来，这是咱的这个妇产大师，是咱也是98年时的一个父母。伊讲心，人心是良性，心就是内底啊，神在其中，因而监察之，呵护之。所以你有去修。有做甲你顾在你边啊，你食较多就有做。阮囝迄日上海的时阵，因内面有一个灵异体质的同学，互伊当咱的道理啊，逐个咧开会。迄个同学，逐个咧开会讲的话，会讲来电话伊就讲出来。所以你有去做，前后拢大家好负责。所以上至父母，下至子孙，必自其福而后也。故正心即是神，你心啊啥，就是神啊，啊神甲神的会亲，所以上重要，
你行好的路，你轻做，你拢甲神斗阵，你神甲你亲，所以吸收正能量。我讲这是一个，我讲阮今仔日上课，其中一个，阮有两个课，一个是第一届，一个第二届。上第二届迄个我有报证，报几啊伊啊其中一个，伊甲我讲伊的手吼，倒手，但是正手，倒手啦，伊的倒手吼，拢没有指节啦，比较没有指节，你挂三届，啊，啥人挂？家己挂。伊讲以前啊，敢若想要安怎知道，想要安怎知道一届互试验呢？因为他知道它就是纯轮，纯轮呢就会吸收负能量，所以吸收负能量拢是无好的，无好的，人生的事物就拢变做无好的，愈无好就愈哀怨，结果8个就甲伊鼓励伊来行道，伊伫6月份上班法会，我等下就熟悉了。伊讲伊来到遮里就感觉讲，慢慢伊感觉伊感觉足好，所以因为只要闹伊，就着闹翻，伊就愈心就心领了啥，灶头买菜，人食饭买碗面，逐人都好一直做咧。真正我惊人，伊阮出来嘛，人就甲讲，恁这个有够优秀诶，人伊足信心咧。只看到我遐高峰机会，阮高峰机以前咧高峰机会底吼，伊就问，我无诶买一套自我要来叫我们做诶，就逐项拢要甲人做安尼，就人打讲吼，他就觉得他很好，就真正伊家己感受会到。所以这人有哪里？因为你自底就是讲无好诶，会较一段，心念之邪，以为在其中，因而欺之，因而拨弄之，所以你拢就无好诶。叫鬼甲你弄，甲你使，所以你骤变其形象，夜变其梦魂，对无？你看到的拢是无好的。形象是啥？鬼毋是特别互你看到遮鬼呢，鬼拢互你看一个无好的，看到这个社会足黑暗的。安尼你面对社会拢足失心的，你看到拢无好的物件，你就拢无，所以你衰嘛，开始拢看无好的，人就安尼尔。但你人你好运，拢看人好的。你又想要做好，这就对啊。所以啥？必量以后，故心结其之鬼，为以为相应。所以唔讲你是要时常互你家己做事情，甲神相互，甲神拢互伊，也是要甲鬼互伊，这是你家己决定的啊。所以讲咱今仔日，咱富强大师甲咱讲这个生命的道理，就你家己做啥，拢是你家己决定的。搁再来。咱有想过讲如何道要先降灾的头前，天主故意。